开始学，所以我讲台语呢，都毋是讲亲像各位前辈讲到遐正吼，遐练长，啊，我是变做阮即辈的悲哀啦，就是必须爱甲即个台语当做外国话来学。但是这是相当爱有一个台湾意识，才有法度来开即个时间参加社团上课，是看即马有 YouTube 会使家己来家己练习。尤其是白话字的部分，对我来讲是帮助足大的，因为有白话字才会使知影讲即个台语音要安怎读。这我嘛受到准药长老因为准药长老伊有开发台语的迄个工具，所以我嘛有下载迄个信望爱的即个台语输入法。伫电脑顶悬拍字，就真正足好用诶。当然准药长老嘛有台语信望案侪资料，我会带去找我想要找诶资料来读。再来就是讲，张医生嘛伫台语文，我侪建议讲安怎，比如讲我想要招社团，要安怎开始较好。进前有请教过伊几寡问题，伊拢真大方甲我分享。所以阮即辈是需要各位前辈真侪互阮真侪建议。我本身是台北人，都是。人讲即马滚酸笑讲是天龙国啦，但是我是住新北市，就以早的台北县，但是阮台北县，我细汉的时阵，台语环境实际上是真歹，因为我住的是邦桥，邦桥迄位，我以早细汉住邦桥迄边，国校啊附近拢是眷村，所以迄老师有诶嘛是外省仔，伊会禁止你讲台语。所以我讲出来，互其他的朋友听，因拢惊一个讲为什么我即个年代的，有迄种禁止人讲台语的即种代志发生？实际上就是有，因为台湾即个语言的部分一直互打压，一直到我即个，我是1977年出世的，有缘的因为讲，若是有讲一两句台语，罚钱是互拍。阮以前的老师，就对囡仔足残忍的，所以安尼拍一两遍了，你囡仔就惊，就毋敢讲啊，再来呢，所以我大汉了，就是去学习讲安怎家己的母语捡转来，这甲我本来做即个做盲人事工有关系，因为我有去服务过中南部的学生。因中南部有诶差不多40-50岁以上诶，因用因的母语，就是用台语来甲因对话，因可能较听有。当然迄阵拄开始咧练诶时阵，讲甲真正哩哩啦啦，毋过因拢对我足包容诶，到一个程度了后，我想讲，安尼无法度，因为一直讲甲哩哩啦啦嘛，所以就是爱甲台语想办法甲伊学好较正诶，互别人较听有。所以后来2015年，我伫台北的双连长老教会，伊有牛埔庄的台语罗马字班，我就对迄个陈金泉长老，因来学即个台语文的罗马字的写法，就是对安尼开始，所以5档进前开始学台语文，这5档之间，我有真侪有时会迄种想法会出现，就是。为什么我所看到的拢是华语的环境？因为我本来是这由我来讲是有淡薄仔奇怪，因为我的环境其实大部分至少有一半以上，我拢是甲目睭无看的人来交陪。安尼目睭以外的世界对我来讲，应该是较无遐注重。毋过应该是。感谢上帝啦，互我有即个机会，因为接触即个盲人的关系，所以更较了解讲目睭视觉，就是咱目睭所看到的即个影像，对咱的头脑、对咱的思想有偌尔重要。所以顶摆讲的时阵，龙光长老嘛有介绍即本册，即本册我看，大家。我先甲即个我的背景关掉，好，歹势，因为我房间较乱。就即本是我伫
应该是旧年还是前年就买啊？这本册呢，互我有启发。我大家看会到吗？袂着，安尼应该是这本。不对，OK。对对，这本我嘛有买。伊内底有真侪迄个失败。嘿，对对对，看扛棒，看扛棒。伊是用汉字写啦，不过伊后下骹遮有写罗马字，所以知影讲是看扛棒。若是全部拢汉字，都毋知要安怎念，看棒嘛。即本互我第一步的启发。然后呢，都是我顶届讲的，即本册。因为顶届讲的我都无讲真讲啊啦，迄较理论的部分。今仔日主要是要来介绍讲安怎实务上去操作。大家若是看先讲毋是先讲 Google Map 的部分好啊。因为这网络顶悬，我本来的重点毋是讲干那 Google Map， 只是拄好 Google Map， 伊会使伊的应用的范围较宽较大。伊的应用的即个机会对少年人来讲较侪，因为即马少年人想要去倒位，因通常拢毋是先敲电话，伊是先 Google 看卖 Google Map 有啥物建议无？因为 Google Map 顶悬有真重要的资讯，对即马的少年人来讲，可能比敲电话搁较利便的。所以等下我会大家平安，我是阿高，即摆要来分享。安怎用手机顶悬的 Google Map 来将台语文推送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间？咱通知的是，一个语言若是要成做一个活语言，就必须要伫人的日常生活中间会当来使用。会推送即个活动，就是为着要创造咱台语文的环境。大家若有认同，就会当做伙来做。首先，大家来找到家己手机内底 Google Map， 甲伊拍开，点一个就会当拍开啊。现主是 Google Map， 无法度用台语数字法来敲找咱要去的所在，所以请大家委屈一个，先用华语还是英语来输入。咱若找到要评论的迄个所在，就甲伊点一个，顶悬会出现迄间店的小界。看起来拢是中文的，是毋是足牙药的呢？安尼就代表讲咱需要拍拼去写即个评论。咱先来大约影一个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物件，有啥物款的资讯是值得真侪人来参考的。看过就知影讲，内底内容不止侪，所以讲无怪即马的囡仔少年人拢定定爱上网络去参考伊顶悬的资讯。咱若是伫顶悬有写物件，就等于是甲因有互动。内底除了交通方式、地址、电话以外，上重要的就是即个评论。咱台语文推送到呾。伫即种日常生活的 Google Map 顶悬，犹原足欠缺用台语文来表达的文章甲图文。亲像即间店，就完全无任何一篇的台语文伫顶悬做评论，所以我按算来写第一篇。安尼，咱来找评论的所在，就是即位。咱会当选择要送因几粒星，阁有文字的评价，会使放图。为着要互看的人对台语文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鼓励大家是尽量写好话。我先来放相片互大家看。放相片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倒边的四角形，直接用手机现翕现放。正边的迄个四角形，就是你已经翕好势，放伫手机内底，然后用即个四角形，甲内底原本有的相片甲伊叫出来，搁甲伊上网传起哩。
亲像安尼，我找着我家己手机仔内底已经翕好势的相片，甲伊点一个就选择。我即边选3张看起来较水的相片传起哩，然后我来写文字的评论。因为现主时是会晓看台语文的人较少，多数的人还是游玩看中文。为着要甲迄寡原本咧看中文的人，豆豆仔甲因请入来，咱台语文的世界，所以我用汉罗来做伙，用汉字较悬的比例来做即个工课，然后下骹会用英语来表达，这互想要学英语，还是讲原本就是英语的使用者会有兴趣。则搁提醒大家一遍，就是咱尽量写好话，互大家对台语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相片下骹嘛会当有文字的说明，伫遮我嘛是用汉罗南做伙的方式来做表达。为着要方便查询台语词，我伫手机仔内底有放字典，亲像即个找台语的即个网站足好用的，大部分的语词伫内底我拢查着，所以我找我袂晓的即个中文词叫酒酿，台语要安怎表达呢？伊就甲我讲，酒酿就是酒甜，安尼我就知影爱用酒甜来写。鼓励大家尽量来练习用台语输入法来拍字，安尼会当搁较熟手。若是认为已经写好势，安尼咱就会当找着正边顶悬迄个发布，就是蓝色的四角形迄边，甲伊字落，伊就会将即篇评论发布出去，互大家看。发布出去了后，就搁诞生一篇台语文的评论，安尼看起来是毋是较舒适呢？以上就是简单小解安怎创造一篇新的台语文评论的方法。另外，阁有一条路线，就是咱会当将以早有捌写过、用支那话写过迄寡评论，全部拢甲伊改做台语文。顶悬写的是会使修改的，所以咱会当两条路线拢同齐来进行。愿望咱台语出头天，台湾出头天。安尼咱的即个台语的时光会当进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中间，这是较理想。就是即个咱讲台语讲资讯的时阵，其实即遮的资讯甲资料其实会当粗分做两层啦吼，就是一个是表层，就是上顶悬咱使用者接触到的，甲深层。所以头拄讲像今仔大家讲即个 Google Map 顶面写的遮的评论吼，遮是属就是表层的部分。就是咱一般使用者会当做的，咱会当提供资料。这部分是足重要，因为若是无遮个表层的资料，等于就是无人咧使用嘛，就是无资料所以我即摆看到的是即个，其实台语就是即个表层的资料欠，深层还是基层是无人做。还是较少人做，深层的意思是讲，就是毋是表层的资料，是讲即个实际上的即个工具还是家私是啥物人做？伊内底敢有提供台语的资讯？我举一个例就是我先来我的 screen， 我的这个 Google 地图，大家敢有看到？所以讲这个讲遮有一个 Starbucks 我点不加所以头拄仔咱讲的是这个评论的部分，这是使用者会当提供的咱家己会当使用，一般的使用者会当写的。
这是即个标准的资料，所以大家应该会晓台语的书写的人，应该爱尽量来做。这因为这是嘛是咱足欠嘛。毋过另外一部分是侵占，侵占的意思是讲，咱一般使用者是无法度做的，是制作即个工具的人做。比如讲你，对吧？这有一个我慢慢就是开始有中文出来，有一寡中文的路名，还是讲即个Romanize 的路名像这的资料，你这个是台湾有人配合嘛？台湾有人提供这的一开通了后，是安怎连咪 Google 都有这个宽纵线的这个资料，就是因为台湾有这个资料提供这个图资啦，多资的人来提供呢，所以其实嘛是蛮重要的，就是讲这个侵占两边拢爱配合。当然就是咱因为即马咱写这个 Google Maps， 我是感觉就是这个标准的资料这个事工足重要，就是大家爱讲台语来写。毋过就是这个侵占的部分可能嘛是要来讨论。比如讲，我即马点落伊倒手边的地址嘛是英文甲中文两种嘛，对啊，所以讲就是这部分咱就是爱就变做会当来讨论讲安怎第一是安怎加入。无另外一种就是安怎家己做一个工具，来互先互这个台语的 community 先用，就是讲嘛毋是讲甲伊拼啦，就是讲安怎会当安怎会当提供互台语人服务其实头拄佫有讲到这个青梅朋友因使用这个网络其实这部分台湾其实有推出一种叫做无障碍标准，无障碍无障碍这个网络应该讲网站的标准，咱会当来看，毋过一般拢是政府咧使用啦，政府咧申請認證，政府的網站拢有，我來互大家看，看到遮都有一個無障礙標章，就是有一個無障礙嘛。這個無障礙這個觀念，我是感覺足重要。無障礙的意思是講，其實就像這個阿高姐他都講到的。就是不只相共，就是講無障礙的意思是，我愛互我的這個網站，其實一個網站就是一個服務啦，這規個網就是我提供一種服務，我是無共資源的人，無共條件的人，攏會當來使用我這個服務。所以，比如講，我這個無障礙這個觀念就是講我。目睭看袂到的人，我嘛會當來使用這個網站。我比如講我電腦我無鳥鼠，我干那起盤，我嘛會當來使用這個網站。還是講我是佇一個就是莊腳還是山頂，我網絡足慢，就是這個我根本無資源上網的人，我嘛會當來使用這個網站。所以這是無障礙，就是因為咱愛互干那會曉台語，干那會當使用台語的人。因嘛會當來使用你的網站的服務嘛，所以講我是感覺就是這點嘛是咱會當先做的，就是因為我知影講，比如講這個林俊玉張樂佇遮，所以比如講這個性妨礙的這個網站，是講這個李江橋這個基金會這個前輩嘛佇遮，比如講咱有這個，比如講有一寡institute， 咱已經有一寡。單位有建立一寡網站的這些人已經有一個網站提供服務的這些人，其實嘛會當來做一寡無障礙互人就是比如講目睭無看到伊嘛會當來接觸到台語
所以这嘛是一种这嘛是一个方向最后就是到上头即个就是梁光前辈讲到即个就是 Triple A 就是台语消费者。其实即个规个话题拢是，我是感觉拢有关联啦吼，甲我头拄仔讲的拢是有关联，就是即个头拄仔是讲到一开始讲到即个 Triple A 即个观念，其实我是感觉咱会当来思考business model 就是商业模式，还是讲慢慢讲商业模式会当讲是即个运作的模式啦，就是讲咱想要建立一个服务。是希望伊安怎来提供服务嘛？伊安怎运作？其实头拄讲 Triple A， 其实我想到有3种无共的模式啦。一种就是 Triple A，Triple A 就是即个美国的即个汽车的协会嘛，因分一张卡，因分一张卡，敢若会员你加入会员，你去试过，你若是有参加即个Triple A 即个会即个商店因就会当提供，比如讲拍折还是讲一寡服务啦。因嘛有一个，比如讲 catalog， 就是讲一个名册，顶面列就是所有支援这张会员卡的，因拢写伫顶面，所以这是 Triple A 的一个观念。另外一种方式是会当用 Yelp， 就是美国有一个就是足大的就是这个。餐厅还是讲商店的评论的网站叫做 Yelp，Yelp 其实今年有入来到台湾啦，这个 Yelp 其实就是甲 Google Map 顶面嘛是不只相同，就是讲我针对餐厅啦，还是针对商店，还是针对提供服务的这实体店面来提供评论嘛，就是用一般的消费者拢会当参与。一般的使用者啦，拢会当参与讲我来，比如讲替遮的，我来提供评论遮的已经存在遮实体店面佫有另外一种就是台湾有一个美国反正嘛有类似的就是讲台湾有一个叫做 O-Card 就是伊是存在伫你手机顶面的一个 App。伊有做一个 app， 做这个 app， 伊其实有一点仔像 Triple A， 伊去甲就是无共的伊去甲遮餐厅甲店面伊拢谈合作。所以你若是加入我的这 O-Card 了后，消费者来到你这个店面，伊就会当用 O-Card 来累积点数啦，还是拍折，就是讲伊的点数，伊会当拢接伫这个 O-Card 顶面。所以就变做 O-Card 家己就是一个生态嘛，伊就有家己的一个生态，就是讲你今仔会知去家头门中昼去倒位食饭下晡搁去啉什么，比如讲啉什么饮料遮的店因拄好拢有加入 O-Card， 你伫因遐消费的即个点数拢加入即个 O-Card。而且 O-Card 定嘛分一寡，比如讲这个coupon 这折价券会分这的就是优惠你买到你消费者的 App， 所以用这个方式就会当甲就是无共店面的这个消费者连做伙，所以我是感觉这嘛是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个 App 就是有一点仔像 Triple A， 不过伊佫是一个 App。会当互使用者来了解讲，就是我若是今仔关心台语这个生态我除了来这间店，我可以当去对一间店消费安尼所以大概是安尼一把想法。我来讲一个家己的粗浅的看法啦，就是会使迄个 Wikipedia 因的社团的方式来进行。我有参加迄个 Wiki 的即个社团，伊逐个月拢有一遍的聚会，伊聚会呢，是要做代志的。当然平常时
家己会使抽时间去做即个输入的工作，因为咱大家若是有用过 Wiki 的人，拢知影讲伊顶悬的写的物件，其实拢是有真侪志工去写的。毋是讲因请人去写，因真侪拢是志工。志工为虾米愿意开即个时间？就是伊是另外伊的兴趣，还是伊的理念？所以咱顶悬看到的，譬如讲，有关台湾的小界，台湾的迄个小界画面字，搁有譬如讲以早某一个人，譬如讲咱的即个。进前的历史，还是倒一个所在的小界，拢是有真侪人去写的。因这写毋是每一个人拢逐工拢拍拼去写，因为有的人是其实平常时拢咧食头路，所以有大部分的人其实真歹抽迄个时间，所以委去的人会一个月约一遍，大家组一组伙来你若看迄个现场，你会感觉足奇怪，哪有一群人都坐伫咧一间教室内底，伫咧拍电脑，都是因为讲有一个目标，譬如讲今仔日大家咱要来完成即个条目的即个书写，所以伊就有一个目标会当做伙甲伊完成，安尼才有进度，才一直增加落去。若无，真个大部分的人讲要写。可能就是写无几句就停落来休困啊。所以咱是毋是讲会晓写台语文的台语人，会当招几个社团的人，大家组织起来约定互大家一个目标，譬如讲我这段时间，譬如讲这礼拜，我上少我写一两项，才有法度增加这个内底的内容。当然，阁有就是拄则福原兄讲的表赞，阁有迄个内底较深层的，拢爱互相配合。因较深层的，阮都毋知影迄个技术是安怎。若是有即种会使学习较深层，要安怎来斗骹手的，我相信会使嘛招较侪人来做伙来加入。多谢大家。福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其实两个问题啦哈。福原，你搁伫遐吼，好来，第一个问题吼，你只有讲到迄个无障碍即个概念啦，哈，所以你的意思是毋是讲，若伫政府的机构的内面，咱会当去甲要求讲，我即马讲台语的人，我要使用你的服务有障碍，哈，你伫即个 Google Map 伫遮个公共资源的时阵，你爱来说即个台语，哈，你拄则是毋是即种的意思？你讲无障碍含台语的关系时阵，哈，你是毋是讲即个意思？我其实，我只是一个等于讲是一个，等于讲两个比起来是有一寡相像的部分啦。毋过，敢会当去要求，这会当思考者，因为吼，伊这个无障碍吼，伫政府的这个标准内底吼，伊其实是对这个网站这个写网站的人提出一寡就是标准，这个标准你必须就是你一定爱就是符合了后，我就会互你这个认证。安尼，这个标准包括，比如讲，你爱安怎？毋过这个标准嘛，毋是讲干那网站的部分会当达成的。比如讲，伊要求讲，这个你网站有放足侪，比如讲，其中一点就是这个网站顶面，一般咱拢是用这个鸟鼠来控制，对吧？所以用鸟鼠控制的时阵，咱一般做网站的人无就是。袂去特别设计讲，你爱用这个起盘来控制，这个政府的要求讲，你若是要通过这个，你若是有爱这个认证，我就你就一定爱针对起盘，会当控制，你会当用起盘去看到每一个所有的网页内底，这个网站内底所有的网页。安尼才算是通过嘛，因为等于讲安尼才是无障碍嘛，袂当讲你某一寡操作一定爱用猫鼠另外一种，比如讲你的这个图网站顶面拢有足多图嘛，
这个图当然即个青的朋友因拢看袂到嘛，看袂到的时阵，你是毋是爱提供一寡即个代替的这文字吼？代替即代替这文字，其实青的朋友嘛看袂到嘛。毋过即个时阵，其实是有一寡就是电脑内底拢有一寡就是配合的，因会当发音的一寡工具吼。因看到这个代替文字的时阵，因会当甲读出来。安尼就会当达成讲，就是我就是去即个网站，因为我有提供代替文字，所以你即个青的朋友若是有装恁的工具，恁就会当，就是嘛会当听会到这个资讯嘛。恁才会知影讲，你会当思考嘛，就是讲，咱即马目睭拢看袂到，即马干那用键盘咧控制即个网站，我哪会知影讲我即马看到对字啊，对吧？一定是爱，所以这是几大种工具咧配合，应该是讲，就是你若是家己设计，就是咱若是家己设计一个系统，还是一个工具的时阵，一个机器的时阵，就会当家己选用适合的，就是讲家己就会当有这个，就会当各做一寡改变的设计嘛。这个改变的这个设，就是咱改这个设计，就会当，比如讲某一部分就会当取代 Google Maps 安尼。是讲甚至咱，比如讲咱做一个，咱讲像头讲这个 AAA App， 咱讲这个观念好啊，做一个 App 来甲所有的讲台语的商店连起来，安尼。咱这个做这个 App 的时阵，其实会当，就是莫采用 Google Map 嘛，咱用别行 Map， 其他的 Map 会当互你家己，就是甲地址转做台语的。安尼是有即种诶，某这种 map 对啊，因为比如讲即个地图地图若是 Google 咧提供嘛，伊嘛有即个，比如讲即个 Microsoft，伊诶即个 Bing 嘛有 map 嘛，嘛有一寡就是无共诶，即个就是无共诶，即个公司拢有提供 map， 当然是 Google Map 较好用，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这两项议题拢，因毋是冲突啦，因为嘛毋是讲咱今仔讲就是用家己的这个机器咱就拢莫用 Google Map， 因为 Google Map 顶面大家有去写，因为 Google Map 是上侪人用嘛，大家拢去写台语的时阵，这是这个伊的等于讲这个能见度等于讲伊的这个伊的这个 exposure 是上悬嘛，就是讲大家拢看会到嘛。毋过这个家己的机器，这嘛是等于讲较亲善的，就是讲咱若是有一寡家己需要的服务，是目前这个大公司拢无法度提供的，这就是咱会当，就是咱会当家己来做嘛，就是看，我来请比如讲我即马是有一间咖啡店嘛我甲伊拼，我就变成会当Google顶头广告嘛我甲选择讲好，我要用台语广告，安尼敢会使哩？我敢会当讲家己来设一个，设一个位置就对啦。当 map 顶头我设一个位置，是毋是讲我若设一个位置内面，遐内容要哪写？迄就是在讲，迄个去甲设迄个位置管理，敢是安尼？是啊。是，家己会当决定安怎写，是。这爱付费嘛？你爱付 Google Map 还是免？你若是干那，比如讲你本身有一个店，你要针对这间店，你爱写一寡资料内容，这是毋免付钱。你只要讲证明讲你是这间店的 owner， 安尼，你就会当加资料起哩。伊这是开放的，还是讲爱佮申请？就是你有一点仔先申请，毋过伊基本上嘛毋是审查，只要伊就是讲你看这个地图顶面有
就是几百几千万的这店嘛吼，啊，每一间你只要会当证明讲你是这间店的 owner，你拢会当去你顶面写资料。好啊，即摆来讲，譬如讲，迄个李江曲文教基金会，伊有读册会，还要广告嘛，吼。啊，伊敢袂讲我较记一个，我嘛是正式一个组织啦，吼。是啊是啊。啊，内面的敢会当遐写，你小等下，因为我归去我甲小等。遮大家敢有看咧？有啊。我开即个地图，即地图顶面就已经有即个，就是李江桥嘛，吼。啊，就是即顶面，比如讲遮个文字，还是讲我会记嘛会当写一寡介绍，还是中遮个资料吼，中遮个资料其实拢会当你，遮有一个就是即个字钮，遮有一个button 吼 ，claim this business，就是讲你若是即个 business 还是讲即个单位吼的 owner， 你会当去 claim 嘛？我是看有机会，因为你讲遮 Google 顶面有即个资料，啊，结果无人咧管理嘛，就等于讲是 Google 内底有即个资料，毋过你若是要写家己的内容，你就会当讲，就是这字是我要来 manage， 因为这间是我的嘛，所以我希望讲顶面就是提供更较侪资料嘛，会当方便到使用者安尼。OK， 所以其实是安尼。啊，所以伊即个拄则你去查即个吼。迄个 Google Map 资料是安怎来？迄毋是李江局基金会去甲申請的嘛？吼，伊就可能去按迄個咱的內政部迄搭摕到資料，咱就直接就去甲放你迄啦，敢是呢？應該毋是咁安尼，應該是即個使用者，比如講某一寡使用者伊有標記，比如講我認為，你看遮已經有8個使用者，有8個人已經寫因的即個評論啦嘛，吼。OK， 下骹遮個評論吼，遮有一寡人已經寫。啊，其實今仔日我若是感覺，我若有一間店啊，就明明有啊，無寫佇地圖頂面，其實我嘛會當去 add， 遮有一個 button 嘛，吼 ，add your business， 你會當加入你的，就是頂面也無的，吼。啊，毋過當然，你加起嚟了後，你加起嚟並無代表即個 business 是你的嘛。所以講就是即個 business 即個 owner 伊閣愛去，比如講像我頭拄安尼記落，就是講啊，我閣愛就是閣加閣較濟資料佇頂面安尼，所以你即擺要 manage 的時陣吼，你就是敢要愛提供啥物款證明，講有。免來證明講，我就是即間迄個商店的所有者。伊敢有啥物？這我毋捌試過，因為我都毋捌安尼教過。所以其實安尼即嘛是真好用啊！譬如講，咱若是講，咱有一個 app 吼，啊，咱會當講好啊，咱這要用的人，若一寡迄個路邊攤伊袂曉用的吼，還是講細間店袂曉用的吼。啊，咱若是講有一寡朋友會當，咱有夠幾個人參加咱的咱的朋友，會當去甲迄個輔導要哪用吼，啊，就替伊 manage，就甲寫替伊做廣告，這嘛是會當做啊，是，這毋免經過 Google 的迄個，伊本地就同意人安尼做，伊安尼做的時，伊資料較濟嘛，對伊有嘛。是，所以我是認為講，就是佇咱也未開始，還是講也毋知安怎開始做即個侵佔呢？即部分
进前，咱会当先为即个表展，就是讲即马已经有诶，就是上侪人用诶服务，先为顶面加资料。多谢。啊，因为我即个screen 哈，拄啊好，我拄啊好即马有 share， 所以我顺续讲这，因为头拄讲着 wiki 嘛，这个 wiki 真有一个，因为我知影讲，因一般拢较讨论 Wikipedia 较侪。啊，这个 Wiki 图书馆哈，这是我较早申请的，伊是 Wikisource， 我毋知影恁敢有接触啦，就是这个阿高姐哈，敢有接触，就是讲这个 Wiki 哈，会较足侪计划啊，会较正有 Wikipedia 当然是上侪嘛哈，啊，搁有 Wikibooks， 就是咧写册教人一寡物件的哈，啊，还是讲 Wikiquote， 就是咧讲一寡引用一寡较早的人讲过的话，啊 ，Wiktionary 就是字典嘛，书典这项嘛是台语已经有的哈，台语目前有的是 Wikipedia 啦，加 Wiktionary 哈 ，Wiktionary 书典有哈，Wiki 图书馆这是我较早去申请的，啊，落尾我嘛有甲，就是我找到的这个这个图书馆伊的目标就是讲，伊爱甲较早的文献藏起来，就是讲，当然是无版权的较好啦，哈，因为就是就是讲，你这种语言内底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文献，哈，才会藏起来。啊，所以我迄个时阵有申请着，所以即马我有缘会当管理啦，哈，因为就是管理员，而且这个。顶面这的资料，我找到我嘛拢藏起来，比如讲这个10项观点嘛，哈，蔡培慧，还是讲这比如讲主的基督文，啊，就是就是较早找到的资料，我有藏起来，啊，所以讲就是嘛是互你了解者，讲这嘛会当来维护，因为这嘛是较少人用，因为一般拢知影 Wikipedia 嘛。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入去一个法利赛派的头人的厝食饭，大家在观察耶稣所做的。好，来继续。拄好伫耶稣的面前，有一个高中病的人。耶稣对律法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讲。安息日医病通也毋通，遐个人点，耶稣就甲迄个人牵起来，甲伊医好，互伊转去。然后耶稣对因讲：恁中间啥人若有是牛伫安息日活落狗窟，恁敢无随时甲伊救起来？耶稣看遐个人家伫经大位，就用譬如对因讲：恁互人请去有分闲的时，毋通坐大位，总行有比你较尊贵的人，嘛来互伊请。迄时主人会来甲你讲，请让位互即个人，你会感觉见笑，煞着去坐伫上尾的位。讲道的一人，听到这个话，就对伊的师讲，会当伫上帝国度啉食的人真有福气。毋过耶稣甲伊讲。有一个人办大宴席，请真侪人，到要开道的时，找伊的奴仆，甲所请的人讲：请恁着来。